每一天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月11日，诗篇17篇13节到15节。上主啊，求你起来对付我的对敌，互因屈服，用你的刀救我的性命脱离歹人。上主啊，求你用你的手救我脱离世间人，脱离伫现世享受的世间人，令你的财物长满因的腹肚，连因的囝儿嘛长甲饱饱，还有剩，通留予因的子孙。若是我会看见你的面，因为我的行为正直。我困醒时，你的临在会互我满足。诗篇的作者伫遮毋望上帝帮赞来对付伊的对敌，也救伊脱离歹人的手。伫伊所经历世间，无论是烦恼、忧愁，也是其他任何的境况，伊拢深深仰望，会通看见耶和华的面，也因为伊的行为的正直，互伊伫困醒的时，都会通看见上帝临在所带来的满足甲欢喜。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是毋是嘛会通伫所行顶头来学习正直，比较会通得到上帝的临在，甲对伊所临在带予咱的欢喜。主时刻甲你三甲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